各位老師、同學，大家早晨。唔知道大家仲記唔記得早前嘅幸福寶寶活動？當時大家都玩得好開心。我記得，但係，其實我呢個星期心情都唔係幾好，聽日就要考試啦，每日都要溫書溫到頭都暈，覺得好悶啊！而家真係開心唔到，人生真係好不幸啊！唔好咁快就灰心，你當時玩寶寶嗰陣時仲笑得好開心，不如我哋依家一齊重溫當時嘅影片啦！幸福寶寶耶！睇完影片，我發現原來玩泡泡係咁開心嘅。泡泡有各種唔同嘅形狀，有圓圓地、長長地，風一吹就可以飄得好遠。我嘅煩惱就好似跟隨咗泡泡咁樣飄走晒啦。冇錯啊！我哋要記住幸福寶寶嘅精神，就算在忙碌嘅校園生活中，我哋都要從日常小事中發現美好時刻，例如同學之間嘅一句鼓勵，操場上嘅陽光，努力溫習後嘅放鬆時光。我明白啦，其實考試有壓力係一件好正常嘅事。試下停一停，深呼吸，將煩惱同埋憂愁就好似泡泡咁樣，俾佢飛走，將焦點放喺令自己開心滿足嘅事上面。考試期間，大家都要記住要有充足嘅睡眠、健康嘅飲食，相信自己平時嘅努力，盡力去做就可以啦。考試期間，大家都要努力啊！記得吹走啲煩惱，感受幸福。多謝大家。